Hello，各位好嗎？我係 Danny，係加州 Sunnytown 地區中心嘅服務協調員。今日我想講下 HCBS 最終規則嘅第8項要求：行程安排以及飲食自由。呢個要求定明每個人都一定要有自由同支援去控制佢哋點樣安排時間以及活動，而且隨時都可以食嘢。我哋去睇下一件優美嘅藝術品。一架福士車，仲有一櫃即食麵，係點樣幫 Sunny Oaks 嘅住戶出席各自嘅特別活動？早晨啊，準備好今個週末去打保齡球未啊？準備好啦。好啊，夠鐘飲咖啡啦。咩事啊 Stephen？ 你唔係好恨打保齡嘅咩？係啊，但係我發現原來我哋球隊星期六要打分組賽啊。我明白你嘅心情啊，我都收到邀請星期六去 Baskin Robbins 個冠軍早餐聚會啊。其實我個畫展都係喺星期六舉行，但係我仲未完成我幅主題作品啊。即係你間房嗰塊空白畫布？哎呀，我未有靈感啫，好常見嘅。係咪要同 Nova 講？同我講咩啊？冇人想去打保齡。咩話 ？Stephen 要去打壘球 ，Maya 要去食早餐，而 Lorenzo 因為未有靈感，好大壓力。係咪真㗎？我嗰部分唔係。唔緊要，取消打保齡球咯。有咩幫到你哋？我需要人幫手送我幅主題作品去畫展嘅場地啊。我哋可以揸架 SUV， 可唔可以車埋我去球場？冇問題啊，架車大把位啊。車埋我得唔得啊？好啊，係咁 Dexter， 你呢個星期六做啲咩啊？唔打保齡。發生咩事啊？冇事啊嘛？你記唔記得我話過應該要幫架 SUV 換油啊？記得。我哋冇幫架 SUV 換油啊。喂 Venus， 做咩啊？隔住電話都感受到你陰沉嘅氣場啊！我原本安排咗周末去打保齡球噶，但係佢哋一早安排咗要去其他活動啊！哇，佢哋都有自己嘅活動啊，好犀利喎！咁係幾好嘅，我仲提議車佢哋去各自嘅活動添啊！但係架 SUV 啱啱壞咗，我都唔知點算好啊！有時我哋太想幫人，搞到唔記得咗，其實好多嘢佢哋自己都可以搞得掂噶。而佢哋咁做，就反而幫到我哋去協助佢哋。我明啦，即係我可以鼓勵佢哋自己解決啲問題。冇錯，係啊。OK， 我哋呢個月都冇得用 SUV， 要諗辦法解決交通嘅問題。我33分鐘之後就要食晏，屋企冇晒嘢食啊。唔緊要，我哋會一齊諗到辦法嘅。冇錯，係啊。我哋今次呢個任務非常重要，要設計一條供應路線，跟住要安全送人員同 Lorenzo 嘅作品，攞罐提子汽水俾我。我哋要拯救成個星系。我哋要度一個啱晒所有人嘅時間表。學 Letterman 話齋，解決時間空間嘅問題就要俾啲空間你個時間。我哋用拿玻里技巧，啡色就係送 Lorenzo 幅畫去畫展，白色就係你搵人車你去球場，粉紅色呢？士多啤梨。好啊，你哋個計劃似模似樣喎。我問咗部手，佢可以帶我去分組賽啊。我啱啱俾咗個短信 Venus， 等佢送完我幅畫去畫展之後，佢就可以去球場接你噶啦。俾你嘅，祝你今日愉快。Lorenzo， 冇得彈嘅藝術運送專車到咗啦！簡直係齊晒31種口味咁犀利啊！我就話係全女打啦。你哋真係搞掂咗啊！應該每個月都要咁做。好主意啊！你知嘛？講到好主意呢，我需要一個主題嚟畫我幅畫。好啊！而我就想食嘢。係咁，跟我嚟啊！咁樣可唔可以接受啊？咁真係好似天降奇蹟咁神奇啊！的確係天降奇蹟咁神奇啊！我哋睇下，真係好靚啊！我中意呢一幅啊！哇！Sunny Oaks 嘅住戶
成功決定到點樣用自己嘅時間。Nova 聽佢哋講，每個人都去到自己嘅活動，又去到 Lorenzo 嘅畫展，而最重要嘅係 Dexter 有嘢食啊！你支援嘅人一定要有自由去控制點樣安排時間以及活動，而且最重要嘅係隨時都可以食嘢。記住啊，重大又有效嘅改變可以由簡單嘅對話開始。你作為服務供應方，要以人為本，即係聆聽你支援嘅人嘅聲音，再根據得到嘅資訊行動啊！